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嘅溫哥華地產經紀 Catherine，歡迎收睇住好啲1分鐘筍盤推介。今日介紹呢個單位咧，真係筍中之筍，位於 Coquitlam Centre 正對面嘅 Grand Central One，係頂層轉角 Penthouse，實用面積超過1200尺，3間房，2個洗手間，仲加埋2個露台，望住山景同埋城市景觀，樓底仲要高達11尺。咁嘅配套，咁嘅地段，咁嘅景觀，重點係唔使100萬，唔使100萬就可以買到個頂層嘅單位，真係市場上少有。全屋設計好開揚，廚房係開放式配不鏽鋼嘅電器，下飯廳夠闊，主人房仲有大型嘅衣帽間同埋套廁，2間房呢係分開咗兩邊，私隱度好高。生活配套一流，行路就可以去到 SkyTrain、Coquitlam Centre、Lafar Lake 公園同埋 Dundas College。交通方便，商場、學校、銀行、餐廳樣樣都齊。如果你揾緊一個單位靚、樓層高、空間大，仲要價錢抵嘅筍盤，呢個單位你一定要睇。快啲聯絡我 Catherine，電話604-445-4804，我帶你親身感受一下。